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第1282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88天。前线共发生174起战斗，俄军现在是进攻无力，局部地区正在被乌军反攻。来自俄罗斯的志愿军和乌克兰情报特种部队战士在顿涅茨克地区托尔斯泰夫展开行动，他们利用无人轰炸机、无人机、坦克和其他武器装备作战，缴获了34支步枪、多套无线电通讯设备，俘虏16名俄罗斯士兵。波克罗夫斯克东面突击行动正在米尔诺拉德方向推进，第225突击团的布雷德利步兵战车正在冲破俄军密集驻守的林区，夺取地面控制权。根据报道由于车辆持续短缺，俄军仍在使用驴子运输物资和补给品。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和国防部情报总局共同发布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顿涅茨克地区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反攻，解放了米哈伊利夫卡、新米哈伊利夫、泽莱内哈伊和沃洛德米里夫卡4个村落。谢尔斯基指出乌军在反攻中清除了敌军，恢复了对米哈伊利夫卡、泽莱内哈伊和沃洛德米里夫卡3个村镇的控制。谢尔斯基还向乌克兰士兵表达了感谢，强调他们在为乌克兰土地而战中的付出。他说在这决定性的伟大日子，我再次向战斗中的战友致以深深的谢意。根据报道一名隶属于北方部队集团的军事博客作者声称，乌克兰军队使用高机动性火炮，就是海马斯袭击了位于库尔斯克州的杜布拉瓦，这个在库尔斯克市西北部俄军第186摩步团指挥和无人机作战控制所。乌克兰军事观察员马绍韦茨8月25日表示，他说俄军指挥部近期已将数支部队和分遣队轮换并重组至苏梅方向。俄军指挥部已轮换部署第20摩步团和第810独立海步旅，以替换在俄军西部渗透区遭受重大损失的第30摩步团和第155海步旅。美国战争研究所此前曾观察到第20摩步团于2025年4月在托列斯克方向开展行动。马绍韦茨称俄军指挥部部署了空降兵第106师的部队，以替换空降兵部队第76师，后者一直试图在渗透区东部推进，尤其是在尤纳基夫卡附近，这个就在苏梅市东北部。也就是俄军一看在波克罗夫斯克已经大势去所以将精锐部队又重新聚集到苏梅这个方向。这个德国的图片报军事分析师叫朱利安罗普克非常直白地表示，俄军的下级攻势最终以失败告终。他说克里姆林宫的大部分目标都落空，在多布罗皮利亚突破最终失败，参战俄军要么阵亡，要么被俘。在切尔尼戈夫、苏梅和哈尔科夫打造600千米长的缓冲区计划同样失败。目前俄军控制的边境地区仅70千米，南线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前线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俄军消耗大量兵力和资源，3个月内仅占领1800平方千米的乌克兰领土，占乌克兰领土总面积的 0.3%。与此同时，乌克兰不断袭击俄罗斯腹地，尤其是炼油厂，导致俄罗斯炼油产能损失 17%， 不仅减少了克里姆林宫的战争资金来源，还导致燃油供应枯竭，物价飞涨。俄军下级攻势失败，乌克兰军队取得了防守的胜利。在克里米亚8月26日上午爆炸声震撼了暂时被占领的克里米亚的战科仪，铁路基础设施受到打击。8月26日，乌军特种作战部队还袭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个军事后勤设施。由于这次特别作战行动，这个支持俄军运作和作战补给的后勤基地被临时关闭。就在5天前乌军特种作战部队在克里米亚战科仪附近已经摧毁了一列运载燃料的俄军火车。最近一系列袭击证明乌军加强了对克里米亚半岛的袭击的一个强度和烈度。根据乌克兰方面说法乌军还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军事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并且记录到向克里米亚大桥方向发射海王星巡航导弹。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克里米亚的铁路基础设施，导致克拉斯诺格瓦德斯基附近一个重要物流枢纽受损，一座变电站遭到袭击，进一步加重了俄罗斯补给的负担。在俄罗斯境内在这个科米共和国、迪赫
赫武工队啊，在瑟克特夫卡车站夜间焚烧了一辆俄罗斯的铁路机车。这个燃烧也比较简单，很粗暴，就是这个敌赫武工队啊，砸碎了这列机车的窗户，并向里投掷了一枚燃烧瓶。后来这座机车啊就起火燃烧啊，这都是敌赫武工队干的啊。乌克兰的无人机还袭击了罗斯托夫的一家国防企业，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的这个国防工厂啊，无人机袭击后发生了火灾。根据这个电报频道啊报道，8月27日上午，当地聊天群也报道说啊，工厂附近的区域被包围，通行和车辆通行都被封锁。该媒体指出啊，周三夜间，罗斯托夫居民也报告了工厂附近的秋日公园区域出现烟雾爆炸，生产区内一栋建筑和窗户被炸毁。目前尚不清楚其他损失情况，没有人员伤亡。该军事设施生产电子真空管，产品用于航空和防空系统制造。当然了，这个俄军啊也没闲着，继续轰炸乌克兰。乌克兰能源部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26日晚至27日凌晨，俄军对苏梅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尼戈夫州、哈尔科夫州等地区能源和天然气输送系统设施发动空袭。乌克兰能源部说啊，凌晨1时，苏梅市一处关键变电站遭无人机击，相关设施被摧毁。袭击导致苏梅市大片区域和工业企业的电力供应中断。波尔塔瓦州的天然气输送设施遭到大规模袭击并严重受损，各地遇袭情况正在核实中。乌国家紧急情况局救援人员正在遇袭地点开展救援工作。总体上看啊，这个几周之前啊，乌军的这个紧急情况啊，尤其是波克罗夫斯克，现在啊可以说是虚惊一场。俄军啊，这个以前宣传是吧？俄军都已经渗透进波克罗夫斯克，到处插旗啊，而且还拍了。现在你看啊，波克罗夫斯克还是牢牢的掌握在乌军的手上。俄军啊，在波克罗夫斯克已经围攻了将近1年半，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8月27号，德国最大的国防企业莱茵金属正在开设欧洲最大的弹药厂。到2027年，该厂的年产能将达到35万发155毫米炮弹。莱茵金属公司还计划明年在新工厂开始生产火箭。过去3年来，弹药和武器业务已成为该公司业绩的关键。本周早些时候，莱茵金属首席执行官帕珀格宣布将在保加利亚建造一家弹药厂、一家火药厂，并在立陶宛建造一家工厂，并与拉脱维亚政府正进行建厂谈判。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帕珀格在8月份解释说该项目已被搁置，因为乌克兰希望在未来工厂的产能翻一番，并正在为此寻求资金。这个德国的强大的军工企业正在复苏产能正在爬坡欧洲真理报报道说，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与加拿大签署了关于联合生产防务产品的协议。在这个联合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强调，与加拿大合作的关键方向之一是将无人机的生产。加拿大总理卡尼指出，无人机生产将同时在加拿大和乌克兰展开，而且已经开始推进。乌克兰国防部长施梅加尔强调，这一协议将使乌克兰企业更容易进入加拿大，促进技术交流，并在长期内帮助乌克兰武装部队获得现代化武器和军事装备。这个欧盟的外交政策发言人希佩尔在布鲁塞尔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总额约为2300亿欧元，年底前还将为乌克兰提供200万枚弹药，并培训8万名军人。希佩尔表示，至于援助乌克兰的问题，现在我方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700亿欧元的援助。此外，我们还拨出了近600亿欧元用于军事援助。我方还将在2025年底前供应200万枚弹药。这个捷克的民间已经筹资为乌军购买了一架黑鹰直升机，已经交付给乌克兰。这是捷克民间自发捐款。这个捷克很有意思捷克不是搞了个炮弹联盟这专门为乌克兰在这个市场上去买张罗买这个炮弹。捷克外交部说今年乌克兰将从盟国获得180万枚炮弹。这个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称，今年在弹药供应倡议框架内，16个国家计划向波兰提供180万枚炮弹，其中超过100万枚已交付。这个大家还记得吧？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头一年这个欧盟承诺要给乌克兰援助100枚万枚这个155毫米炮弹，结果1年过去了，只凑够了30万155毫米炮弹。现在呢，你看捷克说他现在就已经交付了100万枚炮弹，到年底还要再交付80万枚，就是今年一共是180万枚。就说这个数字什么意思？说明这个欧盟它这个搜集炮弹
生产炮弹，对吧？这个能力啊，是不是在提升？而2024年，乌克兰收到了150万枚大口径弹药，这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炮兵的优势，并帮助乌克兰守住了前线。这个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还强调啊，他说取消这项计划将是对普京的馈赠。捷克外交部长还强调，俄罗斯是最大的直接威胁，并提醒称，乌克兰早在3月份就同意无条件停火，而莫斯科仍在继续攻击民用和军事基础设施。8月26日啊，比利时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普雷沃斯特表示啊，比利时将于9月向乌克兰交付美国 F-16战斗机。比利时外交部长在乌克兰奥德萨举行的乌克兰与比利时、荷兰、卢森堡3国代表会议上表示，我们最早将于下个月向乌克兰提供几架 F-16战斗机。这个普雷沃斯特啊，没有具体说明比利时方面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具体战斗机的数量。同时，他补充，比利时方面将拨款2000万欧元为乌克兰提供经济支持，提供用于黑海扫雷的船只，直到2029，并向乌克兰武装部队转让无人机。实际上，这个乌克兰啊，现在已经开始在建造很多这个机库啊、地下掩体啊，以保护这个西方国家援助的 F-16战斗机，还有幻影2000啊战斗机啊，免受俄军的导弹袭击。这个我记得啊，比利时计划援助给乌克兰的这个 F-16战斗机啊，最终比波兰、比那个荷兰要多啊。比利时很有可能要援助接近30架，实际上就是比利时自己订购的 F-35战斗机马上就要到货了 ，F-35替换 F-16。这个阿塞拜疆总统啊，阿利耶夫他说啊，阿塞拜疆对2024年12月后与俄罗斯关系的恶化不负责任。这是阿塞拜疆通讯社发布的，是这个阿利耶夫总统啊接受阿拉伯电视台采访时说的啊。那言下之意什么意思啊？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啊击落了阿塞拜疆的一架民航客机。这个击落民航客机对俄罗斯这个防空部队来说啊，那简直是家常便饭。每次击落了他都不承认，别人拿他没办法。所以你说阿塞拜疆这个总统阿利耶夫提出了啊，要俄罗斯道歉，要俄罗斯赔偿，要俄罗斯处理那责任人等等，普京是一概不理。那所以这个阿塞拜疆总统就说了啊，绝不会容忍侵略或不尊重的行为。同时啊，这个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还说啊，他说自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第一天起，阿塞拜疆共和国就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再次强调，回到之前的讨论的阿塞拜疆与俄罗斯关系的问题上，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一直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并且将继续支持啊。这个阿塞拜疆总统他认为俄罗斯是叫入侵乌克兰、侵略乌克兰啊，已经越来越不客气了。有阿塞拜疆啊在前面开路，那这个亚美尼亚啊他也没闲着。8月26日，据亚美尼亚通讯社报道，亚美尼亚和英国已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亚美尼亚和英国还讨论了扩大国防和安全领域，双方还讨论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斡旋下签署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草签协议一事，称这是该地区关系全面正常化的重要一步，彻底的把俄罗斯甩一边。7月，欧洲外交和安全政策负责人卡拉斯宣布，欧盟准备尽可能深化与亚美尼亚的关系。南高加索地区已经与俄罗斯是渐行渐远。泽连斯基会见了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海军上将和空军参谋长奈顿空军上将。泽连斯基说我们探讨了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前线局势、我军战士的需求、必要武器的交付、乌克兰无人机生产的资金支持以及联合项目。我感谢海军上将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感谢你们从战争开始就给予我们支持，并始终坚定与乌克兰站在一起。这个就不用说了英国是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也就是你看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这英国首相也跟那个走马灯一样的换了，到现在这一任斯塔默他应该是第4个了。无论换了哪个党派的上来，对吧？他都是坚定不移的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所以说这个英国人恐怕真是俄国人天生的客气。这普京不禁感慨既生英何生俄。这个最近这个俄罗斯人无论是普京还是拉夫罗夫，为了将这个不愿意停火对吧谈判，不愿意面对泽连斯基对吧，为了把这个责任推给乌克兰方面，推给泽连斯基，所以这个普京还有拉夫罗夫在多种场合公开就是说这个泽连斯基不合法。泽连斯基作为总统他已经是任期到了，他没有权利代表乌克兰签协议。那言下之意就是普京对吧跟泽连斯基见面没有意义。普京说
我跟谁谈都可以，对吧？你乌克兰你信任谁，你派谁来谈没问题，但最后谁来签这个字？你不是个合法总统，你签了这个字，那后面新的总统会不承认，这个工作又白做啊，这就是他的理由啊。所以那言下之意就是啊，现在没必要面对面啊，要谈判的话，你先你们把总统选出来吧。结果昨天正好啊，在美国那个特朗普召开的会议上，有记者就问特朗普说，俄罗斯人对吧？说泽连斯基不合法，那特朗普就骂了街。大家看视频啊。Мы готовы встречаться. И я, кстати, сказал, я готов встречаться со всем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с Зеленским. Да, вопрос не в этом. Если украи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доверяет кому-то вес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ради бога, пускай это будет Зеле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не в этом. Вопрос, кто будет подписывать документ. Это же, послушайте, я ничего не придумал. Вот все, что угодно. В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ом плане можно говорить все, что угодно о легитимности действующих властей. Но нам же важно при решении серьез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не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ая составляющая, а юридическая. А юридическая как? По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Украины президент Украины избирается на 5 лет. Способов продления полномочий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даже в условиях воен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Там прописано, вы почитайте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в условиях воен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пролонгируются права только парламента, Рады. Там написано, что в условиях воен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выборы не проводятся. Это правда. Но нигде не написано, что пролонгируются права президента. Нет, все. А по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му устройству Украина – это не парламентская и не президен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а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парламентская. Что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все органы власти, они формируются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включая там, все считают, что это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Ну, так может быть устроен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се назначаются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И все военачальники назначаются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все министры назначаются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и все губернаторы назначаются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ам нет выборности. Но если первое лицо нелегитимное, вся система власти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елегитимной. Почему я это говорю? Нам все равно, кто ведет переговоры, даже если это действующий глава режима. Я даже готов встречаться, но если это будет какой-то завершающий этап, чтобы не сидеть там и что-то делить бесконечно, так, а поставить точку. Но точку надо, подпись должна стоять легитимных властей. Иначе это, знаете, придет следующий и скажет, и выбросит это все в помойку. Ну так же нельзя, мы же серьезные вопросы решим. This past weekend, Sergei Lavrov was saying that Putin will not sign a peace deal with Zelensky because Russia views him as illegitimate. I'm just wondering if the Russians had been relaying this to your team, if they view Zelensky, as a leader worth signing a peace deal with, if they will go to the table. Doesn't matter what they say. Steve can answer, but I can answer it too. Doesn't matter what they say. Everybody's posturing. It's all bullshit, okay? Everybody's posturing. Steve, do you have... 特朗普说啊，这都是狗屁。这普京啊，他不研究自己俄罗斯国内的经济，或者你不研究战场形势，他研究起了乌克兰的宪法。你说这不是笑话吗？所以这个特朗普啊，现在又开始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叫各打一巴掌。当地时间8月26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召开内阁会议。特朗普说啊，如果俄方拒绝达成停火协议，美国将对其实施严厉经济制裁。但他同时也表示啊，谈判需要双向奔赴，乌克兰方面也需要做好准备。这个特朗普还说啊，美国不再出钱帮乌克兰了啊，从现在开始，他援助乌克兰是赚钱的，因为武器都要加价卖给欧洲，欧洲再给他送给乌克兰，所以他中间还赚一道钱。那言下之意就是欧洲人啊出钱买了美国的武器到乌克兰战场去杀人，这个特朗普不必为此啊内疚，因为特朗普他每次对记者都说啊，每一周啊都有好几千漂亮的人死去，好几千年轻人死，每天都有杀戮，对吧？那你美国给武器，那不是供火交勇？特朗普说啊，我这武器是卖给
给欧洲的啊，让欧洲拿去送给乌克兰。那个该内疚的应该是欧洲。这个特朗普警告，可能因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爆发经济战。特朗普说啊，美俄经济战将给俄罗斯带来不良后果，他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他说我的计划非常严肃。可惜啊，无论特朗普怎么说啊，普京是听不懂的，普京只听得懂大炮的声音啊。最近关于俄罗斯缺油的报道啊，尤其缺那个汽油啊，92汽油和95汽油这样的报道越来越多，这视频也越来越网上到处都。这个主要原因是乌军持续不断的对俄罗斯的炼油厂，对吧？这个输油设施进行打击，导致俄罗斯国内出现油荒，而且汽油、柴油价格还飙涨。一个俄罗斯司机发视频，自述开车走了12个加油站，发现只有柴油，没有92或95型号的汽油供应，而且这种短缺说已经持续了2周，什么时候能解决也不知道啊。为了防止这个汽油啊被人哄抢，加剧这个油荒，所以这个俄罗斯多个地区啊说正在推行汽油券政策，主要是欧洲部分和边境地。乌克兰最近几周的袭击已损坏至少10家大型炼油厂，从远东到克里米亚和千岛群岛等地区，加油站仍然缺油，人们排起了长队，只能通过优惠券和卡来购买汽油。在千岛群岛等地区，居民人均燃油销量被限制在10升，燃料是特殊运输的优先考虑事项。其他地区正在讨论引入优惠券，每辆车每天20升，但在私下里他们已认为这个限制太高，必须降低。他这个说优惠券实际上指的就是那个叫油票啊，就是计划经济时代啊，你凭着这个票去买油，不是说给你优惠。你看把俄罗斯打成什么样，还能坚持多长时间？有媒体报道啊，他说俄罗斯边境地区的俄罗斯居民对战争日益冷漠，并接受了俄罗斯近期不会同意停战的事实。俄罗斯媒体内部人士8月25日报道称啊，居住在边境地区的俄罗斯平民正在减少为战争捐款和志愿服务。内部人士采访了布良斯克、库尔斯克和别尔格莱德州的居民，他们表示他们认为俄罗斯近期不会接受停火，并预计战争将继续下去。受访者表示啊，边境附近的平民最初曾为战争投资和捐款，但现在他们不再有任何动力去帮助军队。一位来自别尔格莱德州的受访者称，犹如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军士兵的风险很高，以及俄军破坏民用基础设施和盗窃当地居民财物的情况，边境居民越来越将俄军士兵视为威胁。一位来自库尔斯克州的受访者表示，人们厌倦了战争，希望回归正常生活，并且不愿为战争筹款，因为战争似乎没有结束的迹象。一位来自布良斯克州的受访者表示，莫斯科的战争目标不断变化，这表明普京试图用谈判意愿来吸引民众，这与他向俄罗斯民众展现俄罗斯仍然致力于实现其战争目标的姿态相冲突。普京试图同时利用这2种信息空间，可能会让俄罗斯民众感到困惑。2025年初进行的俄罗斯国家和独立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俄罗斯人支持继续在乌克兰进行战争，这表明与乌克兰接壤地区对战争感受最深的民众对战争支持程度低于远离战火地区的民众。这当然了，对吧？这个看热闹的不嫌事大，对吧？这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受战争影响最大的就是边境，他老挨炸呀，而且乌军还进入作战，那他们影响最大。然后这个边境地区肯定还得要参加军队啊，那边远其他地区对吧？因为他们受战争影响比较小，跟着喊口号就行，那他当然愿意。就像现在黄俄对吧？当键盘侠，一说打仗，个个很兴奋啊，今天把这个地方平掉，明天把那地方给他踏平当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用上战场，如果要让他上战场，那尿不湿的销量会那个急剧增加，产能跟不上，尿不湿的消耗量比那个子弹炮弹消耗量大得多。所以说啊，乌克兰持续不断的对俄罗斯境内重视目标的打击，包括炼油厂、军事目标、铁路枢纽，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会厌恶战争。这个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埃斯蒙特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啊，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将在访华出席什么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可能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会晤。这两人也太寂寞了啊！尤其是卢卡申科，他基本上没有地方去，除了去这个莫斯科啊，就到另外一个地方，憋得慌，对吧？你要跟普京见面，分分钟去莫斯科就行了。莫斯科这个普京也经常去明斯克啊访问，他俩互访，两人都差不多嘛，就是乌鸦站在猪身上，谁也别笑话谁，两个人抱团取暖。这回还取这个新花样，两个人跑到第三国会晤，对吧？你都到了第三国了，你安排点时间跟别人，对吧？见面。可见啊，即便在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啊，恐怕这个卢卡申科、普京也不受什么欢迎啊。这个俄罗斯内部啊斗争啊又加剧了。俄罗斯媒体报道啊，国防部第9医疗诊断中心负责人
叫康斯坦丁·库夫西诺夫少将被拘留。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叫库夫西诺夫被指控贪污，并挪用了用于购买新医疗设备的巨额资金。而这个库夫西诺夫啊，又是一名绍伊古的马仔，对绍伊古嫡系对绍伊古的部下进行清理的工作还在进行中。这个就是所谓的剪唇边呐。现在绍伊古同志正在火上烤啊。绍伊古逼反了普里戈金，这个仗让普京如鲠在喉。这个仇普京一定想报，但是现在不能操之过急。什么时候普京对绍伊古动手，恐怕要不了多长时间啊。绍伊古是束手待毙，还是如丝网破？这个值得关注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